何柱君咧，我欣賞你個聲線咧好靚啊，係啦個聲線好柔啦，咁好配合呢首歌。咁特別係喜歡你咧嗰個聲線中音嘅部分，你唱得好靚，個感情都出到好好。不過要少少注意嘅就係嗰個高音位同埋低音位咧，可能要小心啲處理，係啦。咁可能你個表現咧會更加出色。不過整體上面都唱得幾好，係啦。好。唔該晒。有時你我覺得溫馨，這裏有種存在的表情，沒有去過便更加仿似那個半生難清醒，將得意忘掉專聲太美，卻記得他讓你差點喪命，是創傷太重或講太輕，使你不懂釋放要對的擔心。途人如穿山水，常在恨那誰，常在無堅不摧，摧毀的廢墟，一早變做你美好新句，從罵你不還，亦不知有過在這裏，淚下淚，風一吹，前莫變那誰，連重提往事也不再絕對，他都想還你今日替代了那苦水。
來你，可否就像請你那沒錯係多情一生只空得如好，多可愛還是愛。好啦，阿健兒咧個聲睇咧好靚下，咁咧同埋呢首歌咧你揀咧其實都要好有自信先得，有難唱啊。咁但係你都發揮得唔錯㗎嚇。咁不過有啲咧要睇一睇咧就係有某啲嘅到尾音咧嗰個 support 唔係好夠，所以咧就有少少細奏嚇。咁日後都要留意呢一方面嘅，大家得唔得？我想補充多少少啦，咁其實提醒大家去嗰陣嘢都要小心，就係個背景音樂。頭先個背景音樂咧，其實俾唔到個即係參賽者咧個 support 嘅，因為背景音樂咧其實只係得翻一啲中音同埋高音喺度，其實其他嘢咧唔見晒啲音樂嘅，所以其實呢啲都要小心啲去選擇個背景音樂咧，係咪 support 到你去即係去建造嗰個感覺出嚟？好唔該。多謝晒我嘅意見，咁我哋而家先請出下一位嘅參賽者，係 5P 班蘇志聰嘅。寧願這福氣，我
學嘅演出，而家就聽下評判有啲咩評語先啦。始終咧彈呢首歌咧，俾人一個感覺係好清新、好甜聲嘅嚇。咁你個聲底咧亦都好清澈嚇。咁掌握嗰啲高音假音嘅位咧，都拿捏得到嚇。咁整體嚟講咧，個表現唔錯嚇。好多謝評判嘅評語，好啦，收咗第一個。而呢下一位係花師班馬朗清同學，係原來花就愛我。要處理得好穩定先得嘅。你而家有少少個感覺係少少
有少少同戲長咗啲啲咁樣。其實個係同咩有關係咧？同咬字有關，可能要咬得實啲、咬得正啲啲音韻啲咧。咁正嗰個部分處理得好啲咧，可能成首歌感覺有啲。不過整體上都好好㗎啦。多謝評判嘅意見，我哋而家就抽出下一位參賽者。下一位嘅係花衣班嘅何詠芝，佢唱嘅都係。如果你有機會啊入到 second round 嘅時候咧，就一啲我哋熟悉嘅歌咧，希望咧